小兄弟到了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给钱。客气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我终于回来了。猪哥哥、龙小弟，你们都想死我了吧？这就是一车到，赶紧给我做一桌好吃的，迎接我吧。哎呀！大人，给我刀，抓起来！别动，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动！那小子跟他是一伙的，抓起来！国父大明，大明万岁！别动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抓错人了！我不认识他，我腿脚不好，我搭车的，我跟他不是一伙。那你跑什么呀？我看你抓乱的，我害怕，我就跑了。对，那小兄弟说的没错，他就搭我的推路车，你们休得冤枉他！啊！你越是着急撇清，爷我心里就越明白。带走！哎，我不是！给我老实点！还敢说你不是乱党？寻常女子哪会女扮男装掩人耳目的？跟我一起带走！不冤枉！走走！我自己会走。官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放我出去吧！冤枉，大人就好，放我们出去，放了我们吧，冤枉啊！哎，我说你们抓错人了嘛！啊！你们真的抓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乱党。